今年比较像是我们因为有第一届关系，所以我们去深入龙崎，然后看一下以前龙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现在，然后有什么事件经过，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策展动画。那从去年有办这个空山祭，那这个造成全国性的知名度。那今年在文化局也针对这边有更多的展览的造型，还有更漂亮的灯光。那再加上我们联合仁德、归仁还有关庙有共同办一些跨区联盟，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龙崎这边走走看看哈。那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空山祭这样。现场在这边看到这次的设计，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人潮。龙崎本身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污染，那它所有的这些自然生态都是很自然的形成。那结合这次艺术家们的设计用整个这个竹编来制成，然后把它制成一个像有这个山就是很特别，一定会带来不管是年轻朋友啊，或是大人小孩，也欢迎大家都来到龙崎这个地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去年首都举办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在短短47天的展期就创造了19万的参观人次，更被誉为全国最美的山林灯节。2020龙崎灯节空山祭以大地回声为主题，将于12月25日圣诞节强势回归，呼应 COVID-19 疫情所带来的返乡潮流，利用龙崎古老传说窝镜窗，探讨都市与偏乡间的关系。今年文化局更携手12组艺术家，共同创造14组光景艺术作品，规模更胜去年。欢迎大家一起来龙崎探访这个梦幻秘境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第2届的龙崎光节空山祭大地回声，是取自于这个地方9则5节的故事窝镜窗的一个故事。那透过艺术家把这个故事融入到整个艺术的装置当中，所以今年总共邀请了12组的艺术家，总共创作了14组的这些大型的作品。最大型的作品是长达200公尺的大型装置，所以比去年的规模更加的一个宏大。我们今年特别用一种收票的方式来管控人潮，让整个参观的品质更好。同时希望说大家用50块钱一个铜板的一个价格来支持一个偏乡的地方创生，透过艺术介入整个所谓的空间，让整个龙崎能够再生。其实也反映了这一次的主题大地回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偏乡，来共同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地区的一个繁荣。所以今年的龙崎光节比往年更加的精彩，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收看欢迎收看12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庆祝县市合并10周年，议会除了办花灯、办花灯，也规划花果的展览，都是要请国宝级的颜进华大师画出58历届正副议长的画像，相当逼真。3、2、1，请用剪。台南市会第2长郭信良、国党派议员代表甲历届议员协进会李干事的见证，历届正副议长优惠展览甲县市合并10周年花果展览留在登场。这办议会特别邀请知名国际手画电影扛棒的颜进华大师，开3个月时间来画58个画像，相当逼真，除了留下历史的回忆。嘛是国宝级大师珍贵的文化艺术价值。竞赛仪式当中，副市长柯玉德嘛代表市长来致意，见证可贵的历史甲艺术价值。那今年呢，严大师已经67岁了，发际非常的纯熟，但是他的视力在长期的画作之下呢，已经受到了影响，也因此呢，严大师为艺术制作的这批的肖像非常的可贵，不仅富有文化艺术的价值，更为所有市民乡亲留下永远的回忆哦。我刚才看遐个衫裤安尼遮个关心哦，啊遐个长下来，做日下来，
因为对这件足重视哦，人生会当伫台南市议会留下伊的作品哦，伊我足欢喜。台南市呢，能够跟我们这样的大师合作，在议长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我们一起来努力，然后呢，让整个的台南的这些重要的大师跟我们的府会结合，然后奉献出呢，我们整个对于台南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生根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具有这样的一个亮点的代表。会中议长郭信良看到家己的画像，感触真深，嘛感谢眼镜发赶工做为辛劳。我感觉这个够有生活。加做引导啊呢？就是咱历尽沧桑哦，原来少年人这阵来到议会20外冬哦，就看到哦，感触良多了。非常感谢大师留下的这个作品呢，是永远没有办法磨灭的。没有，他是我利用那空余时间，5个月利用空余时间嘿。5师傅5个月。没有，最后这个月赶30户。真的很厉害。他就是早上2点多就起来画了。早上2点多就起来画了。2点多就起来画了啦。嘉义画展甲关市合并10周年的回顾展览，对12月23号开幕，将展到1月3号。邀请所有民众参观的同时，嘛做伙来看精彩灯会甲圣诞布置。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22号暗时举办新夏令会长交接，新任会长陈秋丽伫英务会长陈英东监告之下接下印信，成为该会第1位女性会长。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自1978年伫当时的市长张立堂创会至今，40多年来持续伫咧国民外交上努力，成果丰硕。前会长蔡载明这一冬来领导全体会员，嘛伫咧国际事务领域得到真侪成效。现在，伊要将这个重担交予新任会长陈秋丽的手中，继续传承落去。历史的一刻，请大家掌声。感谢38年来各位前任会长的领导，会友的无私奉献，才有今当前大荣景的外衔，让秋丽由此荣幸当选 PTPI 第39届会长，这也是我责任的开始。我会尽我的所能，尽心尽力来完成今年外协的各项阶段性任务，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伫交接典礼即天，真侪中央以及地方首长、民意代表、各界嘉宾也拢到场祝贺，包含台南市长黄伟哲、台南市议长郭信良、外交部 NGO 执行长王雪红、立委王定武、陈廷辉等，也拢与会观礼。大家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以及对于我们国际友人的协助，尤其在防疫工作上的协助，使得台湾更备受尊重，这一点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所以再次在我们蔡会长的领导在2020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接下来就要放到陈会长。我们期待在2021的时候，外交协会更亮眼，对于国际的参与更多，而且对于国际的协助都能够让人广布相看。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优秀的企业家，全部拢是实际的民间外交人士。新任会长陈秋丽表示，会持续带领会员为国民外交开创新局。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当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甲台南市教师会拢会伫年尾来检讨今年台南重要的教育议题，包括明年的展望。会长嘛同时公布今年教育的代表日，期待辛苦过后，2021年有更较好的发展。伫台南市年度教育记者会中，在地议员无分党派拢来参加，包括局长嘛亲身到场听出包括教育产业工会、教师会、家长会等相关教育工作者意见。会中教师团体嘛提出教师法修法、校园安全防护、111年2月全面装冷气，以及教师健康检查补助等8项议题，要求教育全面检讨。对此，局长嘛具体回应，甚至表示，教育在任一天，一定用生命来奉献。我们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到底他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学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啦，还有哪一些没有学好。
我们这些一定要去面对之后提供给老师，绝对不是要拿来考核老师，一定是协助。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出来，报告很清楚，也要说老师不用担心，我们绝对是你的后盾，我们会支持你，让我们一起把孩子呢都教好。董事会中嘛公布台南今年教育的代表日新，向前教育工作者面临疫情侪挑战，虽然辛苦，不过因此佮较侪成长甲学习，期待明年整体教育专业的提升有佮较好的发展。在教师法修法之后，其实我们在老师的工作权还有学生的学习权，我们是同样在重视跟兼顾，所以我们今年从暑假到现在到各个学校办了大概33场的一个教师法修法的研习，我们希望老师们知道怎么样守法才不会去触法，然后怎么样让在的专业基础之上，然后可以去让自己的学生学得更好，学得更多。在教学的效能跟效率上一样能够维持，甚至有所提升。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含辛茹苦，这样的一个像辛苦的一个过程，希望能够透过扎根这样的一个心灵酵素，种在我们的孩子心灵里面。2021教育第一站。今日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主动关心、进一步协助容易有情绪困扰的老师，台南市幼稚教育发展协会特别办理专业辅导的研习，希望用正面的情绪管理来取代增监视器，彻底杜绝校园虐待事件。为了杜绝校园虐待儿童的决心，台南市幼稚教育发展协会特别伫议会办理情绪辅导甲儿童福利宣导演习，希望用正面管教来取代不适当的体罚，并避免单一老师的行为影响整个幼教环境。希望用超前部署的情绪管理课程来避免危害。一些公众者，他有时候这个因为个人的行为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情况之下，往往会出锤啦，所以平常的教育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幼教协会今天就是非常的称职，他有看到了这个方面，还有这个超前部署来照顾我们所有老师他们的心理不要让这些有情绪困扰的老师，然后把这样子的状况带给孩子，然后造成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我想这个部分谢谢我们幼教协会的用心，那当然同时也要希望教育局未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协助再次强调，校园是零虐童、零容忍，虐童零容忍。第二点就是未来的超前部署的防治的措施，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宣导跟运作。第三点，站在幼教业者跟幼教师的角度，每一位孩子都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可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的心头肉，所以我们在老师、亲子、亲师、师生之间，我们会努力的去做好最好的一个预防跟准备的动作。另外，会中对着幼儿园教师增监视器来防止虐待儿童事件，嘛达成只是治标无治本的共识，一定要对教师专业加改善教保环境做起。会中幼保系教授詹仁美嘛提出幼教环境以并且心理师咨商来取代增监视器的建议，用爱加主动关怀来拒绝虐待，嘛得到在场议员的赞声。台南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先新闻，今天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未来重要的地标建筑，也是市立图书馆新总馆，将在明年1月2号开幕。文化局准备了丰富精彩活动，要让全国民众共同来参与。对此，市长嘛热情邀请民众千万唔通错过。
马上就要开幕的市立图书馆新总馆，会使看到工作人员拢加紧脚步咧做整理，要互市民会使共同来迎接这个台南的新地标。为了互更侪市民知影开幕的时间，文化局也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并由着市长杨伟特亲自来宣传，邀请市民朋友伫1月2号甲3号2天，来到位伫永康的市立图书馆新总馆，来体会无同的活动氛围。面对即将要开幕了，内心还是很兴奋的。那我们在新的总图里面，不仅有非常多的设施，比起原来的总图来讲，还有原来的图书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阅读空间，可以说是比成品还要成品的这个书店。那甚至可以来这边买书，可以来这边这个休息，来这边喝个咖啡。我觉得其实是多元复合的这个图书空间跟阅览空间，还有很多的影音空间。因此呢，我们对于新总图是寄予厚望，但是很希望说新的总图除了提供给市民或永康区的居民，应该是说是所有的台南市民一个好的休息空间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而且安全的整洁的环境，也能够让新总图除了成为台南建筑的新地标之外，也成为台南另外一个新的景点。那我相信也期待我们新总图一定做得到。新总馆除了各种丰富的设施以外，现在上起眼光的就是这台全自动24小时借册甲行册的系统。会长市长杨伟特也亲自体验，文化局强调，这设施会使让民众随时都来找家己想要看的册。台南新总图即将在明年的1月2号要正式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来见面。这一个图书馆当时候在规划设定的时候，就设为一个是所谓具有未来性的一个图书馆，所以它的许多功能其实都是最为先进的。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取书机，可以24小时2400册，提供民众非常智慧型的随时来做取书的一个动作。所以里面的一些设定其实是非常方便民众来做使用的。那另外就是未来的在借书上，我们都知道过去在借书的时候，取书之后一定要到柜台去刷条码，但是现在我们开始会发展一个叫做自动的一个 app， 民众可以自己借书，自己用自动的载具去做借书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长也公布了图书馆未来的吉祥物，以着诸罗树蛙为设计理念的瓦堡。未来新总馆也有咖啡厅甲创客教室，会使予民众使用。同时，周边也有新建大型的公园，等丰富内容，要予市民朋友会使有一个完全无同的活动空间。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阿泰欧庆乐团以越来越神奇作为主题航空巡演，23号来到南区新兴国小，同时甲介绍二胡社团以及赞助单位虎社、胡伦社合作演奏，优雅琴声和现场的歌声听甲入迷。新兴国小校长李俊兴表示，新兴国小国乐社团甲二胡社成立超过20天，在王文龙教练长期的教导之下，学生除了比赛成绩优秀，也曾经前往日本、纽西兰等国家访问演出，是小小外交尖兵。为了会当让学校其他的小朋友嘛会当亲近音乐，校方特别邀请亚太胡琴乐团进入去校园，甲学校的二胡社团共同演出。因为我们学校本身有二胡社，所以呢，它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出非常开心啊。新兴国小的之前有一个国乐班，那现在因为政策的关系，就变成社团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个人从去年回到新兴国小以后，我还是觉得要让孩子能够展现多元的才能不管在各方面。那既然新兴国小过去有在这么好的基础之上应该可以把国乐还有我们二胡相关的国乐的一些乐器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这次巡演阵容除了有亚太胡琴乐团、新兴国小二胡社，甚至还有赞助单位虎社、胡伦社的社兄社姐做伙来加入演出。胡伦社这次有机会来赞助这个亚太那个胡琴的的表演那我们希望推展这个小朋友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学这个音乐，不管是国乐或西乐也好，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二胡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乐器，那也是很方便。那我希望小朋友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参与，然后增加更多的学习方式。亚太胡琴乐团创办人王文龙表示，胡伦社大哥大姐用音乐传领小朋友正面的人生价值，是乐团这次巡的亮点。也希望囡仔会当吸收这难得经验，继续加油认真练习，将来有能力的时阵，嘛会学习胡伦社精神，回馈社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水高社文化园区对客人较大，持续吸引真侪观光客来参观。现在迎接开园周年庆，文化局嘛规划一系列庆祝活动，除了有市集，也有代表贯村回忆的相声表演，加会馆的服装体验，让游客有全新的感受。水高社文化园区对开幕到现在，已经成为南区一个重要的景点。即卖也要来迎接开幕的1周年，对此文化局也规划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同时将主题定做御风起飞，即届也规划了向前贯村文化的相声演出，同时也有大型的弹珠台，要互亲子会使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日。各种丰富的活动，文化局长叶泽山也亲自邀请市民朋友千万莫错过。水交社文化园区在去年12月25号正式开幕，到今年已经要满1周年了哦。所以这1年营运下来，其实得到很多朋友们大家的一些肯定跟支持。所以我们在周年庆的时候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朋友们大家一起同时来欢庆我们的周年庆。所以特别选了跟眷村文化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们的相声，所以也邀请了翰林说唱艺术团，也包括了我们的面白大丈夫，还有台北曲艺团，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些所谓的说唱艺术的团体。会来到我们园区。这届除了各种精彩的活动以外，文化局也特别准备了代表非官的服装，要提供给现场参观的民众来换装。这也是让因会使趁机会了解到当地的历史故事。同时，我们也办理了晴空市集，同时也提供了我们的飞行服，让我们的民众、家长、小朋友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当飞行官的这种感觉。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来介绍，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是跟空军有关的一个眷村，那是雷虎的故乡，所以透过这些活动的办理，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认识这边的历史跟文化。这届的周年庆活动将要伫12月26号、27号到明年的1月2号、3号，连续2个拜六拜日登场。现场除了展示水高社当地古迹再生的成果，也安排了各种的亲子活动。更较侪活动资讯，嘛会使到水高社文化园区的网站来查询。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上就是在2月23号中间台南电视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